你有冇試過成日覺得自己好冇用㗎？覺得自己喺度好似勉勉強強過日子咁？又或者即使我哋努力生活，內心依然不時浮現到一個疑問：我哋嘅存在究竟有咩意義呢？以弗所書2章10節，我們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，為要叫我們行善，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。從呢節經文，我哋首先見到一件事，我哋嘅存在並非偶然嘅。聖經話我哋原是佢嘅工作，意思係我哋唔係失誤嘅，我哋唔係多餘㗎，更加唔係用嚟比較。神想我哋知道，我哋嘅價值唔係嚟自我哋做咗啲乜，而係來自我哋屬於邊個㗎。我哋係喺耶穌基督裏被造㗎，意思係我哋嘅身份啊，係建立喺耶穌基督裏面，唔係建立喺成就上嘅。聖經話神預備我哋去行善，呢個善唔一定係要轟轟烈烈嘅事，可能係今日多一份嘅恩慈，多一份嘅饒恕，多一次選擇愛，多一次嘅回應神嘅帶領。聖靈所結嘅良善，唔係逼自己變得更好，而係因為我哋已經屬於神，所以行出神早已為我哋預備嘅善。原來我哋並唔係為咗證明自己有用，而係因為已經被愛、被揀選。今日你唔需要問我夠唔夠好，只需要問神，你已經為我預備咗邊一步嘅良善呢？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畀我知道我嘅存在並非偶然，亦都唔係多餘嘅。你講我哋原是你嘅工作，係你親手塑造嘅，用心完成。即使我自己看唔到呢個價值，你都從未否定過我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放低我靠表現去證明自己嘅心，讓我記得我嘅身份唔係建立喺成就之上，而係建立喺你嘅愛裏面。我感謝你喺耶穌基督裏面重新塑造咗我，唔係要我勉強去變好，而係讓你嘅生命喺我裏面慢慢成長。你已經為我預備咗當行嘅路，求你賜我一個柔軟嘅心，學習去聆聽、信靠、跟隨。願你嘅良善唔單止停留喺我心裏面，更要流露喺我嘅生命裏面，成為每日嘅選擇同埋行動。今日我將自己交喺你手中，求你繼續塑造我，讓我可以成為你預備嘅良善之中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